保利月壽美點及 AI 咁好味，你識得幾多套呢？現時有成5000幾套嘅 program 係 AI 嘅，100夠唔夠你用呢？50都嫌少係嘛？係啦，其實10套精通已經好噶啦。OK， 佢可以幫到你做日常嘅事務，亦都可以幫到你紋新聞啦、紋新圖啦、紋新音樂啦，或者做小冊子、做 PowerPoint， 做呢一個咧就係短片視頻，從而你都用到佢喺你嘅日常生活、商務上啦，或者係娛樂上啦都可以嘅。咁唔識自然就用唔到啦，咁自然就享受唔到呢種樂趣啦。OK， 咁所以飲啖茶，坐低跟 Philip Sir 去實習下啦。實習完之後嘅時候，你一定有收成嘅。係啦，可以按下邊嘅電話51167093，又或者上我哋嘅網 AIAI161.com home 去揾啲資料。我哋有試堂嘅，歡迎你嚟到同我一個面對面手把手去上一堂學習下，享受課中嘅樂趣。OK，到時見啦。OK，拜拜。